真係我哋大部分人，一方面又好怕失業，一方面又怕做死一世，成世人究竟應該做死一世定係避開炒魷魚呢？好矛盾嘅嚇。但係仲有一條路嘅位，叫做理想，好似我咁。我10年前，我嘅理想係做一個演員，所以我10年前做咗我第一個棟篤笑。我講多次，我10年前我做咗我第一個棟篤笑。即係我哋香港人拍手掌咧，係差唔多要講到明咁滯。我10年前做咗我第一個棟篤笑，請拍。係冇錯，我做嗰個棟篤笑係為咗理想，各位係為咗宣佈我要放棄我嘅理想。嗰個 show 叫娛樂圈血肉史，基本上一個放棄理想嘅宣言，就話俾大家聽，我好想做演員，但係做唔到啊。OK， 而家我轉行啦，我唔做啦，我劈炮啊！即係基本上係一個劈炮嘅宣言，同一般人唔同。你哋劈炮揾個上司傾，我劈炮就去文化中心 book 個場，同幾百個唔識嘅人傾。但係奇妙在有人中意俾錢睇你劈炮㗎。所以下次你想劈炮，不妨亦都去文化中心 book 個場，可能有啲好奇妙嘅嘢會發生，好似我咁嘅。我諗住做完個 show， 轉行去見份地產工，啱啱想出門口，我收到個電話，好犀利。許冠文打電話俾我，許冠文親自打電話打到嚟我屋企俾我。你哋好似冇乜嘢咁樣啊！即係許冠文都打電話俾你哋咁樣，真係巴閉。我講多次，許冠文親自打電話打到嚟我屋企俾我。使乜講啊？但係你要記住，當時我係一個咩人？當時我係一個好想做演員但係做唔到嘅人。而許冠文打電話就同我傾，佢話：阿子華，我睇過你嘅 show，我好欣賞你，我好想你同我一齊合作寫個劇本。嗱，呢個劇本有2個主角，一個係我，一個係一個後生仔嘅角色。大家覺得以當時嘅我，會認為呢個後生仔嘅角色最好由邊個嚟做呢？所以當時我好努力去寫呢個劇本嘅，特別係寫到自己嗰部分。我當時認心諗，許冠文呢啲嘢你唔怪得我嘅啫。咁後來大家當然知道個後生仔嘅角色係由黎明嚟去做咗啦。我冇辦法接受到現實嘅當時，我睇住黎明嚟造型試衫，我都佢幫我造型試衫啫嘛。咁你做咩啫？你好得閒，我唔得閒，我要企喺度睇住佢幫我造型咯。終於接受現實，原來一個人你要做一個演員，你唔夠人靚仔，你咪用你自己擅長嘅嘢咯。寫劇本就啱㗎啦。以後有人揾我寫劇本，你係咪揾我寫劇本啊？唔知你揾咗演員未咧？你揾咗演員㗎啦，咁呢戲冇得寫㗎喎，啲死戲嚟㗎喎。你未揾演員，未揾晒，咁好大發揮。各位果然係咁，我有機會拍戲，同一個大明星一齊拍雙主角啊，唔係講笑，雙主角。到呢套戲上映，我呢個主角個名冇喺度，我點解會？原來雙主角嘅意思就係傷害我呢個主角。我入場睇午夜場，不斷聽你側邊人講：哇！呢個茄喱啡邊度嚟㗎？咁鬼多戲嘅，乜茄喱啡可以多戲過個主角嘅咩？咁我坐喺側邊㗎嘛，我會提佢㗎嘛。呢個唔係茄喱啡，呢個演員叫黃子華，好出名㗎，喺台灣行過幾個位，有空位啊！喺泰國好掂㗎佢，我叫咩越南周潤發咯呢個。